第二句咧，第二句魔法咒語。OK， 第二句魔法咒語，你識得掉？識得掉啲咩啊？掉什麼？大家以後用塑膠製品嘅時候要清洗乾淨，然後掟去適合嘅回收箱。明白了，塑料垃圾要拿去回收，不可以隨便扔掉。好，咁最後一句魔法咒語。最後一句魔法咒語，你識得帶？識得帶？帶啲咩啊？帶什麼？大家以後要自備水樽、食物盒、環保袋，重複使用，咁就可以救地球㗎。明白了，要使用對重複使用的物品。哇！咁快死嘅佢走啊！你有呢樣又嗰樣，添麻煩㗎。喂，我哋幾個？係塑膠喎噃。海洋守護者啊！咁我哋出嚟都要嚟打包，講埋咯，好啦。我喐唔到，佢嘅能量又增強咗。梗係啦，呢個膠都用緊塑膠，我闖過一兩去。師傅啊，你唔好再做塑膠，我幫你整下。我係啊，師傅，因為塑料嘅污染非常痛苦啦。講開講。啱啱海豚老師教我哋嘅咒語啊，你仲記唔記得？當然記得，識得揀，識得掉，識得帶。點解咁大？你呢兩咁強大咩？咦，我喐得翻啊，真係有用啊！不如我哋全部人一齊嗌魔法咒語，咁真定海膽係塑膠惡魔㗎，大家話好唔好啊？好。好，我哋一齊嚟，要識得揀，識得揀，要識得掉，識得掉，要識得帶，識得帶，保護海洋冇塑膠，救地球用膠。不如我哋一齊俾啲掌聲我哋嘅海豚老師，同俾啲掌聲我哋自己啦！大家都做得好好啊！謝你啊，海豚老師。喂住，唔好走住，咁我哋阿曹去咗邊啊？對啊，大家不要動，打我們的叔叔怎麼辦？你哋叔叔唔係喺後邊咩？發生咩事啊？冇咩事，頭先你應該恰咗一陣啫。Thank you， 希望大家能透過我哋學識保護海洋。大家離開嘅時候，可以沿住樓梯喺上方兩邊嘅出口，又或者下方嘅出口離開。如果想睇到水母朋友嘅話，可以喺呢一個出口去到水母萬花筒咁就見到㗎。記得走嘅時候將自己嘅垃圾自己帶走啊！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學會了守護海洋。大家離開的話，可以從上方兩邊的出口離開，或者下方的出口離開。上方前面的出口可以到水母萬花筒看到水母哦。記得走的時候，自己的垃圾要自己帶走。我們下期再見。